我哋本校嘅作為獻上衷心嘅感恩。今時今日，教會係應該轉而着重翻全人教育，點樣真係使我哋一個人能夠喺呢個世界裏面做翻人應有嘅生活，過著人應有嘅生命。過去6年，我哋喺學校度過咗幾
一，不以惡報惡，鼓舞灰心者，扶持軟弱者，援助困苦者，尊敬眾人，愛主事主，在聖靈嘅能力中歡欣喜樂。又願全能嘅上帝聖父、聖子、聖靈賜福你哋，保佑你哋，從今日直到永遠。阿們。